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各位聊人生没有下輩子。當我們夜深人靜躺下來，仔細想想，會突然發現，人活着真的不容易。明知道人生最後都會走向終點，卻還是每天拼命努力地活着。人這一輩子到底是為了什麼？是為了柴米油鹽，還是為了名利地位？後來才明白，人生其實就是一場體驗。複雜的社會，看不透的人心，放不下的牽掛，走不完的坎坷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。很多事情我們拼命抓住，到最後卻一樣也帶不走。所以人活着，別太為難自己。再忙也別忘了照顧身體，再累也別忘了心疼自己。人生就像天氣，可以預料，卻總是出乎意料。有時晴空萬里，有時狂風暴雨，有時相聚歡笑，有時轉身離別。但不管世界怎麼變，一份好的心情才是人生最珍貴也最不能被奪走的財富。其實人到最後才會懂，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不是留下多少錢，而是擁有健康的身體。10年後，如果你還能自由走路、旅遊、跳舞，陪孩子吃飯聊天，孩子一定會感謝你今天的自律與保養。人生真正重要的其實只有2件事：第一，把孩子教育好，不危害社會；第二，照顧好自己，不拖累家人。因為再過若干年，我們終將離開這個世界。努力一生，帶不走一草一木；執着一世，也帶不走虛榮與名利。100年之後，不過一捧黃沙。所以，趁現在還活着，請好好珍惜身邊的人。能相聚就不要錯過，能擁抱就別吝嗇，能相愛就認真去愛。因為人生最遺憾的不是失去，而是來不及珍惜。很多人說好要走一輩子，走着走着卻散了。很多感情說好不離開，最後卻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甚至有的人昨天還說明天見，醒來後卻已天各一方。因此，別做翻臉比翻書還快的人。有理時不必咄咄逼人，有能力時不必看不起人，有利益時也別只想到自己。太精明容易遭人厭，太計較只會讓自己更累。人活一世本來就是一場空，又何必事事爭個輸贏？因為爭贏了道理，可能輸掉感情；賺到了利益，卻失去了人心。真正聰明的人都懂得得之坦然，失之泰然，盡心而活，隨遇而安。一輩子其實很短，別想太多，別氣太久，別為難自己。好好吃飯，好好睡覺，好好珍惜愛你的人。因為這一生我們都沒有下輩子的相遇，